快马啊远投的这种打法。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啊，个人素质都非常强。好，比赛开始，双方队员都已经冲到了场中。可以看到，前面的是咱们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。8号抢到了羊，正在组织进攻，但是墨鱼县代表队2名防守队员在奋力拼抢。好，裁判吹哨，可能有一个犯规。现在是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8号，他们的主攻手乌穆尔别克叶山主罚。好，捡起了羊，开始组织进攻。但是可以看到，这个墨鱼县代表队围追堵截啊，争夺得非常激烈。好，这会儿陷入一片混战，双方都在奋力拼夺，但是乌穆尔别克叶山仍然牢牢地抓着他的羊。好，这个6号阿斯哈提迅速地接应了他，但是被墨鱼县代表队的防守队员干扰。好，这个羊现在是短短的1分钟内几经易手。6号阿斯哈提拿着羊组织进攻，但是一瞬间就被墨鱼县代表队的4号给抢过去了。好，现在是6号阿卜杜沙拉木库尔班，也是昨天的明星选手，在拿着羊组织进攻，已经到了篮筐外围，看看这次他能不能得分。投篮漂亮，但是很遗憾，羊掉下去了。好，双方又在奋力的拼抢。4号，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墨鱼县代表队的4号阿赫买迪江现在拿着羊，他来了一个迂回，稍微拉扯一下，重新组织进攻。好，向篮筐发起了进攻，看有没有机会呢？好，他很聪明，现在觉得篮筐下面防守队员太多，然后就把这个战线拉到了外围。现在交给了他的队友1号艾比布拉。艾比布拉开始发起进攻，但是被防守队员干扰，没有能投篮。准备投，但是6号趁虚而入，阿斯哈提。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哈提顺手把羊抢了过来。好，看看能不能防守反攻呢？好，顺手交给了咱们的乌穆尔别克叶山。乌穆尔别克叶山已经开始冲向了篮筐，但是他的左右都有防守队员。好，队友及时掩护。冲向了篮筐，已经到了篮筐外围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呢？2号，他的队友2号库巴尼西上去接应，还有1号耶利蒂亚尔。现在羊在这个7号达斯坦鲁斯兰手上，好，仍然是8号乌穆尔别克接过去羊，但是这个短短的这一瞬间啊，羊呢几经易手，大家拼抢得非常激烈。
很焦灼啊，很焦灼。这个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代表队的7号阿卜杜开拜尔买门，啊，非常用劲儿，素质也非常强。看，现场的观众们为如此精彩的抢夺献上了热烈的欢呼声。哈萨克斯坦的吉尔吉斯斯坦的2名队员，在拼抢的过程中，让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代表队的这个队员包围了。现在他们3个人在配合抢羊，看能不能抢掉呢？非常漂亮的一个抢断，但是中国墨玉县代表队的1号有迅速补位，羊掉到了地上。看看后面的队员。8号乌穆尔别克，6号阿斯哈提拿到了羊，重新组织进攻，但是防守仍然很严密，漂亮的一个抢夺，非常漂亮。我们中国墨玉县代表队的阿卜杜沙拉木库尔班，现在开始快马加鞭冲向了篮筐，他能不能得分呢？大家拭目以待。但是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8号也已经防守到位，投篮漂亮，一个快马远投，经典的快马远投，阿卜杜沙拉木库尔班率先得分。在网上，这个咱们来自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代表队的6号阿卜杜沙拉木库尔班，非常受到广大马迷的这个关注啊，知名度非常高啊，表现呢在赛场上的表现也非常抢眼，今天依然是他们的主力得分手。好，接下来是由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，是主攻手乌穆尔别克叶山。他这次从这个右线发起了进攻，准备迂回一下，看看，防守，很遗憾啊，刚才这个中国墨玉县代表队出了一个小小的失误，竟然留了一个那么大的防守空档，差一点让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得分。好，这会儿双方又在咱们中国墨玉县代表队的篮筐下面，在奋力的拼抢。场上的这个对抗非常激烈啊！好，现在是3号选手，吉尔吉斯斯坦的3号选手别克苏利坦拿到了羊，但是中国墨玉县代表队的1号埃比布拉也及时的扑上去了，双方又陷入了焦灼。可以看到这场上的2支队伍队友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。但是这场比赛呢，这个对抗也非常激烈啊！可以从这个画面中看到，双方的队员不断的在挤到这个核心的区域里边。乌穆尔别克叶山再一次拿得羊，但是一路面对的是中国墨玉县代表队的围追堵截。好，6号没有把羊抢走，仍然在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乌穆尔别克叶山手上，他的队友过来打掩护。这个
1号可能有点犯规，墨鱼县代表队的1号。咱们国内的调扬规则是不允许横向对撞过去的。好，裁判出示黄牌，警告这个中国墨鱼县代表队1号选手。仍然是乌穆尔别克叶山在组织发起进攻，他来主罚，离篮筐很近啊。这个时候如果稍稍有疏忽，那么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将会把比分扳平。好，乌穆尔别克叶山拿起了羊，但是呢，防守队员迅速的扑了上来，他的队友也在旁边接应。5号，短短的一瞬间，双方的队员都已经扑了上来。我们看一看。3号别克苏里坦抢到了羊，交给了他的队友7号达斯坦鲁斯兰。但是墨鱼县的2个队友配合得非常好。现在是4号埃赫买提江，裁判吹哨了，可能出边界还是有点犯规。是我们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旗手落马了，大家稍事休息。这场比赛啊，真的是特别精彩，双方的对抗呢特别激烈啊。希望场上的运动员呢能注意安全。好，接下来可以看到，这个明星旗手阿卜杜沙拉姆库尔班拿到了羊，一个漂亮的左右横摆，突围而出，现在发起了进攻。他的队友在给他打掩护，已经冲到了篮筐附近，看看能不能投篮。漂亮，但是很遗憾，羊没有挂住，掉了下来。好，现在双方队员在拼抢掉到地上的羊。7号阿卜杜凯贝尔投了羊，好，漂亮，得分。中国墨鱼县代表队再得1分在上半场已经得了2分，2比0领先于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。今天这个中国墨鱼县代表队的表现很抢眼，他们的配合和场上的节奏越来越娴熟。好，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，2号库巴尼西拿着羊在组织进攻，但是可以看到，这个任何时候，中国墨鱼县代表队的防守呢非常及时。所以这场比赛对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压力非常大啊。好，5号努尔江拿到了羊，但是几乎是一瞬间，这个防守队员已经就位。6号阿卜杜沙拉姆库尔班，但是在队友的配合下，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拿走了羊。7号达斯坦鲁斯兰冲向了篮筐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投篮。好，漂亮！在中国墨鱼县代表队的重重包围下，达斯坦鲁斯兰突破重围给自己的队伍扳回1分。
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-1，暂时是中国墨玉县代表队暂时领先1分啊。好，现在是阿卜杜沙拉姆库尔班在组织进攻啊，这会儿节奏稍稍有所放缓，在伺机而动，突然一个加速啊，冲向了对方的篮筐，但是2号吉尔吉斯斯坦的2号，他们打了一个漂亮的配合，短短的1秒钟，他们把羊传了好几次。好，现在4号拿到了羊，又传给了7号，7号达斯坦鲁斯兰，刚才得分的达斯坦。5号于苏夫艾利奋力的把羊抢过来了，非常精彩。好，仍然交给了主攻手阿卜杜沙拉姆库尔班。好，我们看一看阿卜杜沙拉姆这次有没有机会再得1分呢？因为他的马其实非常快啊，这个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啊，刚好冲到了防守队员手下，让防守队员顺势把羊抢走。但是，这个在抢夺的时候，今天墨玉县代表队的这个队员们都非常积极。补位呢非常积极，双方拼抢的非常激烈啊！好，4号墨玉县代表队的4号艾赫迈提江，漂亮！出其不意的把羊抢到手，然后一个快速的反攻，又得1分，非常厉害啊！现在比分来到了3-1，暂时是中国新疆和田地区的墨玉县代表队领先2分。刚才这个4号艾赫买提江一个漂亮的突围，然后顺势得分，非常精彩啊！好，可以看到4号呢换了一匹马。好，现在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开始组织进攻。这次主攻手呢，仍然是他们的主攻手乌穆尔别克叶山。他这次节奏放得比较慢，在引诱对手靠近以后，准备再突围。他们的配合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。好，1号上去掩护，看看能不能躲开呢？刚才得分的艾赫迈提江拼夺的非常积极啊！现在2个人在奋力的争夺，但是其他队友也及时的过来支援。好，看看这一下羊到底谁能抢走呢？已经冲到了篮筐下面。
在这激烈的争夺当中，杨已经是几经易手。现在乌梅尔别克也加入了争抢当中。艾赫迈提江，可以看到乌梅尔别克呢是一个素质非常强的这个选手啊，但是无奈咱们墨玉县代表队的配合补位都非常及时。哎，7号。裁判吹哨，可能我们墨玉县代表队4号艾赫迈提江有一个犯规啊。